国际新闻：美国总统 Trump 想要得到格陵兰，欧洲真侪国家拢反对。不过 Trump 当然是无遮好剃头，虽宣布半年来要对欧洲8个国家加扣25%的关税，一直到伊顺利甲格陵兰买落来。美国总统川普透过家己的经济社群宣布，2月初一起会对来自丹麦、挪威、瑞典、法国、德国、荷兰、芬兰甲英国等8国支持格陵兰国家的商品加扣10%的进口关税，佮会伫6月初一起提悬到25%，一直到美国甲格陵兰岛达成购买协议为止。丹麦甲格陵兰领袖参民众拢坚持反对卖格陵兰，则是伫格陵兰首都诺克甲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等所在举行大规模示威抗争，支持人民主权，大声喊唔通吸格陵兰。We are not interested in being Americans. 川普几日摆表示，格陵兰的战略位置甲丰富的矿产资源对美国安全真重要。在中国甲罗西亚的威胁之下，美国无排除动用武力也爱处理，无接受实际有格陵兰以外任何选项。即摆红点名的欧洲8国，定日应丹麦请求，派遣军事人员去格陵兰进行演习甲评估，等到互川普批评是危险的游戏，实施关税措施，也引起这8国甲欧盟领袖同齐倒弹。英国首相斯卡尔讲，对盟友扣关税来维护北约盟国的集体安全是完全错误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也讲，关税威胁是袂当接受的。欧洲国家会团结回应，确保欧洲主权得到维护。结果智库分析，川普对个别国家实施关税威胁，是为着要施加上大压力，分裂原本伫格陵兰危机中立场同款的欧洲各国。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强调，个别关税打击，拢会互看作是对欧盟单一市场的攻击。佮会伫18下昼召开大赛级紧急会议，讨论报复清单。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